我用这个圆锹来当那个简单的搬运工具了，在田里面它那。 在田里面拉，你看这样移动比较快，比较不会那么费力气了。你看这个，这是上面，这是下端啊。一般以为这个香蕉从下面开始成熟，这一次从上面开始成熟。哦，这不饱满，那个是用台糖有机肥的，台糖的有机肥填饱，然后遇到雨季啊，它长得好快的，长得饱满。那本来还有那个鸟巢呢。哦，这里呢，好像先成熟了三条的哈，又压坏了。它要被那个什么鸟还是虫啊，被虫吃。然后你看，从那个香蕉树啊那么高，要把它拉低哦，碰到这个香蕉不容易，要先用那个圆锹从茎部那边挖几下，然后就可以，好像就降下来了。它就会好像快要倒了，然后把它拉到田里面来工作，不要倒到水沟里面。用这个刷子刷，有虫的哈，你看有蚂蚁的。这个下过雨比较干净了，不然以前还看到那个什么蚜虫啊、菇荇呢。好，要刷一刷。 完了，用这个了，用这个来，用这个来处理了，用这个来割取那个，用这个来割取那个香蕉一串一串的了，